在我来到我们第3个客户的工厂，这个客户也有我们5台设备啊，另外还有3台在集装箱还在海上。然后我身后的还是我们的800灯，我们在大不里是有非常多的800灯。这一台800灯客户生产的是冰箱外壳，这个客户是这里非常知名的冰箱生产商。我们来走近一起看一下我们的设备，800灯的设备。看一下客户的模具已经安装上了，客户准备随时开启生产。然后我们的电脑、我们的配置、传动机、上料机、去料机全部已经安装完毕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合作。身后这个位置全部准备给我们另外2台800灯做准备。然后走进我们这里还有我们海豚的设备。OK。